其实还是一样的哦，我们还是很认真在工作，你知道。其实我只是没有出来拿麦克风在讲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哦，防疫期间哦，政治口水太多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务实，你知道，实事求是。其实我每天还是自己在主持晨会啊，所以在这段时间，整个台北市政还是正常在进行啊。只是我也知道说，整个社会常常就是说，重点不是你做什么，重点是你广告什么。所以我倒觉得我们已经是连任的政府，你知道，不需要去做那么多的广告了，你知道。哦，所以做这种什么市政行销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务实的去解决每天的问题，这比较重要。针对这个重大的伤亡哦，台北市政府目前有4项的这个善后工作。第一件事情，第一点，社会局跟民政局会成立一个专案的关怀小组哈，针对死亡、住院还有出院的这些受害者哈，会提供1对1的这个协助，你知道哈。那特别是住院的病人哦，我们会拜托我们医界的同仁哦，给他们最好的照顾。事实上，昨天晚上我有去仁爱中心跟台大啊，去看过那些住院的病人哦。那当然在病房的还好，在加护病房的其中有一个往 ECMO 还是情况相当危急。另外插管的病人还有7个哦，我都还自己看过一遍了。我想那个当天应该还是浓烟哦吸入，有一些吸入性的会伤害哈。那这7个插管大概还好的哈，不过还是要注意，因为这个毕竟还在加护病房，还没完全脱离险境。那第二点哦，我们那个社会局跟法务局一样，会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啊，来协助这些受害者跟业者处理这个赔偿有关的事务。第3点哦，我们会全面清查我们台北市境内，是吧哈 ？KTV、电影院哦，这些所谓密闭式的公共场所，你知道，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违规的问题啊？那特别是施工中呢，我们会特别去检查。那钱柜，我们就要求我们消防的同仁，你知道哈，今天针对台北市境内所有的钱柜的 KTV，你知道哈，先全部再去检查一遍，你知道哈。有通过后啊，再让他们去正式营业。那起火原因跟第4点呢，起火原因跟为什么消防设备会被关掉，我想这是检察官目前在调查的重点，你知道哈。那我们台北市会把我们在消防建设所有发现的资料，还有那个CCTV 啊，就所谓的监视器，这些资料应该是目前都有检察官拿去。那我们会在等检察官的调查结果。不过就事证明确的部分，你知道哈，会要求这个建管处跟消防局嘛，就事证明确的部分可以处罚的，先从重处分。大概目前有4项的这个善后的工作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这一次造成火警重要的一个伤亡的因素，就是他把5大的消防安全设备把它关闭，所以没有动作情形啊。形同这个消防的设备虚设。那第一个就是室内消防栓，关闭，还有自动洒水设备也关闭。那自动洒水关闭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它这个整个地方都是关闭的啊。这个主甲法的地方关闭，主闸法的关闭，所以测到的压力是0。再来，火警自动警报设备、紧急广播设备、排烟设备都是关闭。所以，当火警发生了浓烟密布的时候，其实在火场最大的杀手是浓烟，所以它没有办法把烟排掉啊，所以这个整个排烟的闸门也没办法启动，所以造成的这个我们市民没办法这个逃生，在现场就降温晕倒。